月有一只2岁大的台湾乌熊伫花莲的道溪乡的地园去踏着山低调，经过抢救了后，这只乌熊已经豆豆恢复健康，嘛已经有变较大只，所以刷落来要拍算甲野放。乌熊妈妈学者黄美秀就表示讲，台湾乌熊接出现的范围爱规定讲袂使设陷阱，而且政府嘛爱有专门的单位来处理农业损失这部分，安尼才会当互人、甲乌熊、甲生态会当和平共存。工作人员伫人后壁点点等待，扭开门伫等的都是这只乌熊登回山林的时阵。这只乌熊是伫今年5月，互人发现掉伫花莲道溪一位地园内。林管处人员接到通报去救援，毋过道边前脚着吊索上久，经过紧急切除避免感染，马上去东部救伤中心收养。野放的地点也会是在卓溪玉里的山区，所以它算是就原地野放啦。虽然我们也会找一个离部落很远的地方来放。医疗团队表示，乌熊恢复情形良好，体重为58公斤增加到67公斤。林务局评估乌熊被侵犯部落，甲村民沟通了后就地野放。并科大教授黄美秀表示，政府就应该落实乌熊分布日区、甲保护区禁用吊索，搁爱有具体的配套。它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，结果却被到处放的吊子所误伤。然后这些吊子经常是为了要保护农作物，避免山猪或猕猴来危害。黑熊平常出没的重要生态保护区或热区，其实应该要零吊。黄美秀表示，这个通报案例当中，较无5成是伫公园甲部落附近。不过吊索因为较好买，佫无实名制，若是伤害到野生动物，真歹入到行为人。建议应该以尊重住民的原则，加强垃圾管理，也甲成立农损的专职单位，避免一直禁止颠倒互非法的垃圾，也甲拍来行为暗暗啊伫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